教識佢，幫佢搞掂晒。我覺得教佢呢個過程咧係試探下佢耐性去到邊度。放部嘢喺我面前咯，唔識啊，唔識啊。如果佢識咗，佢就可以自己嚟啦，我唔使再介入咁多啦。屋企嘅婆婆咁樣啦，有認知障礙，教完佢轉個頭咧，其實係會唔記得咗，直接幫佢解決，合乎成本效益多啲。上網其實有好多資源啊 ，send 呢條 YouTube 片俾我阿媽，做到一個自學嘅一個動作。咁如果佢之後一路都會你幫我搞掂就算啦咁樣。99%嘅老人家呢，交晒俾你處理，嗱你點搞呢？我唔理，總之你幫我搞掂就得啦。好敏陣嘅教佢嘅時候，佢會講一啲我聽唔明嘅嘢，然後我就會覺得我搞冇錯。好鬼棘，其實即係每次都係同一個問題嚟。幫佢整晒治標不治本嘅，教完佢呢次佢識咗之後，咁佢以後就唔使再問我啦。秉持咗個心態咧，就會引導佢諗呢樣嘢。咁第一步要做咩啊？咁開完機，咁第二步你要做咩啊？同埋我會俾啲練習佢嘅，即係我會解釋翻個邏輯俾你聽。果然係社工。